尼勒龍華會易學內容，應宋朝邵康節先生之皇極經世書論會運勢。論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值年卦之天火同人，地母經子伯九星，七正四餘的流年運數。論七正四餘流年，公元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佛曆3052年，歲名文節，天干屬火，地支屬火，流年納陰天河水，歲德在丙，歲合在申，流年子伯星一白，值年卦天火同人卦，28星宿星日馬值年，戌日主管局，遇自日房宿為暗金復斷，七龍至水，10日得申，四牛耕地，二孤把蠶，蠶食七葉，黃元歲行雷。春牛圖有云：洪水積於春夏流，丙午之年不甚憂，老為眾賢災待遇，江東還是穀豐收。低田此國難苗秀，高地猶能望黍油，桑賤至令絲稍少，獨教蠶婦絕生謀。地母經春夏水流洪，老為逢災疫，穀熟益江東，種植宜高地，低田遭水沖，天蟲見絲少，桑借漸成籠，六畜多瘟瘴，人民少卒中。地母曰：馬首值其歲，豐飲好田桑，春夏須防備，種植怕流蕩，豆麥並麻粟，偏好宜高岡。公元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河圖天運卦，洛書小三元子伯九子運及七正十二宮流年論說，應宋朝邵康節先生之皇極經世書論會運勢。本片論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值年卦之天火同人，地母經子伯九星，七正四餘的流年運數。河圖先天運干卦曰：戰符干，管27年，至公元2045年乙丑歲青牛。洛書大三元子伯九運，一元管三運，上三運一白，二黑，三碧，中三運四綠五黃，六白，下三運七赤，八白，九紫。三元管九運，每運管60年，九運共有540年，可以推歷代朝代的興替。現今是上元第三運三碧星由1984年交2043年，後天洛書小三元子伯九運，上三元一白，二黑，三碧，中三元四綠五黃，六白，下三元七赤，八白，九紫。每運管20年，九運共有180年。八白運至2023年癸卯歲黑兔子，九紫運由2024年甲辰歲青龍開始，至2043年癸亥歲黑豬。清朝余曲元的預言詩，擇自公元2005年10月22日星期六，東方日報，濟世狂言，作者劉濟坤。第7首竹鬥相爭年復年，天心仁愛亦垂憐。六龍一出乾坤定，八百諸侯拜殿前。中國的政權變更都在龍神蛇字之年，天翻龍蛇年。第一龍，公元1964年甲辰歲青龍。第二龍，公元1976年丙辰歲火龍。第三龍，公元1988年戊辰歲土龍。第四龍，公元2000年庚辰歲金龍。第五龍，公元2012年壬辰歲黑龍。第六龍，公元2024年甲辰歲青龍。西漢譯運旗衾圖第55象，戊午，坎上乾下，水天須卦。坤卦五世變，水天須，游雲卦。馬一匹上有火焰，稱為紅馬赤馬。仲曰：占得自牛755中卻少一，問即不送山頭去，走入長安去求乞。安，此象自白牛而起，歷77之數，若經師所謂77之災事也。卦當機子之命而野馬為殷溫之氣，潛伏之中，有君而出應，在戊午年間，圖其姓與名者，入中華而受祿也。參其53、55兩圖中之反撲，之後有列矛持不剪，撲統不斷，素題不息，黐食不谷，飲食以討形，純古之風，如野馬殷溫太和之氣，天地循環世之必然也。公元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河洛卦解。丙午，坎上乾下，水天須卦。
丙午為火馬赤馬，丙為太陽之火，光明正大。午宮為獅子座，故稱為大獅吼，如雷勝過，亦稱為大獅吼，名主現。這是改朝換代，政權改變，新君主上位之兆。水天需卦二，待機而動，騎龍抵御馬到先攻。事物發展過程中，當耐心等待，只要心懷誠信，手持正固，必能克服艱難險阻而光明亨通，吉祥。生肖屬馬者，胡錦濤、溫家寶、馬英九、馬雲、馬化騰等應卦。象曰：雲上於天，須君子以飲食宴樂。坤宮四世卦，屬八月，納甲是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戊申、戊戌、戊子。借用壬子、壬寅、壬辰。生於八月納甲之年，富貴命。需要元素歸元卦，爻吉者應。水天需卦，有夫，光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吞泉曰：須也，險在前也。剛健而不陷，其意不困窮矣。雖有夫，光亨，貞吉，委乎天委，以正中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經房易，經房將六個細爻位，自下而上，配以貴賤不同、等級有別的六個爵位，即初爻為元士、知識分子；二爻為大夫、縣官；三爻為三公、省長；四爻為諸侯、軍領導、國務院；五爻為天子、黨主席、國家主席；上爻為宗廟、中央退休老領導。坤宮四世卦，屬八月，納甲是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戊申、戊戌、戊子。借用壬子、壬寅、壬辰。生於八月納甲之年，富貴命。需要元素歸元卦，爻吉者應。初爻落宮耕以求志，二爻剔人言而復退，三爻守敬慎以免災，至四爻則出月而進也，上爻則不速而來也。本卦六四大神為世德位，應在初九示人廣大群眾，陰陽配合和諧。九五君王德位與六四大神陰陽配合，且九五君德尚在險中，需人共濟。五爻數來時，可眾賢並進，斯時人君悉管受餐，禮隆養賢，賢才亦各效才能，以康濟天下。教家明農，或井授田，守為民生謀衣食之源，不復使天下有一夫動女，即遭荒凶，亦必捐贈周濟，加倍關切，人飢己饑之擾。是王道之久而成化者，其蹟在須知道乎？吞泉曰：須，有夫，光亨，貞吉，位於天委，以正中也，此之謂也。師斷一，胡曾引路未相通，始見風之變應龍。聞說垂楊蒼翠後，騎龍御馬到先攻。胡人的僧侶，引路未必相通，始見風之女變應龍像。夏天垂楊綠柳等候，騎龍御馬到先攻。師斷二，得順方通驟急流，前途先塞後途擾。後人執戰揚鞭立，此去亨渠得自秋。急流同心得順養方通，逆水行舟先塞後擾。後陽是軍人旁立保護，前進亨通秋天成功。師斷三，有道須逢泰，先防一女災。思鄉人未到，愁亦淚相懷。有計劃途徑，必須有天地通泰，先防一女的災禍。遊魂在外人未歸，愁淚亦相懷。以此卦以國家，下卦干為人民，協剛健之財力，欲進而參與政事。上卦堪為政府，今下卦人民之步進，是以法律。人民恐陷於危險而不敢進，必待法網稍寬，斯可謀進矣。上卦政府，知下民有待役之意，憐其陷於困難，布施與澤，以蘇民生，或減其租稅，或謀其衣食，或開墾荒田，以資耕種，或振發米粟，以濟凶脅，故繫辭曰：須者，飲食之道也。下卦之人民，具健行之德，雖不思進謀國事，因時運未通，不得不隱居求志。是上下共守須道，庶而可得幸福，謂之須。有夫，光亨，貞吉，
利涉大川也。水天須卦之象，須卦為雲內中天之卦，密雲不雨之象。一、有月當空，有月亮當空而照，主光明。二、僧人接引，有一僧人在前面接引指路，主得福祿人引接。三、墓，有一墓在旁邊，主卒年發福發祿。四、人攀龍尾，有一人抓住龍尾不放，及時聚咗真龍變化之象。五、門，有一門開合，乃謂宇門，為吉兆。推背圖第45象，戊申，艮上坎下，山水蒙卦，離卦四勢爻變，山水蒙卦。讖曰：有客西來，自東而止，木火金水，使此大此。頌曰：炎運宏開世界同，金烏隱匿白楊中，從今不敢稱雄象，兵器全銷運己中。聖嘆之曰：此象乃主於太平之勢，復見孔種兵戎。但此災厄勢，來自東方向西而來，為所幸者，能阻止於東海，即就東木、南火、西金、北水銳氣阻止之下消失，終能使此奇恥大辱。此運去之後，中國更能有盛世耶？讖曰解釋：有客西來，自東而止，木火金水，使此大此。有東方的外邦，中華禮邦視為客人，每日向西而來，至中國東海，企圖佔領我東海及釣魚島，乃是有客西來，自東而止。木，震卦為東方，環太平洋地震板塊，在太平洋西部大抵從阿留申群島向西沿勘察加半島、千島群島至日本諸島、琉球群島至台灣島，過菲律賓群島、伊里安島、新幾內亞島，南至新西蘭為止。在太平洋東部，大致從阿拉斯加東岸向南經加利福尼亞、墨西哥，在中美有一分支，稱為加勒比或安德烈斯環、秘魯，沿智利至南美的極南端。火，離卦為南方，大陸斷裂谷地震板塊。金，對卦為西方，印度洋海嶺地震板塊。水，坎卦為北方，歐亞地震板塊。東、南、西、北方的四面板塊產生碰撞，造成日本大地震及大海嘯，及中國東南沿海、台灣、南韓亦遭到滅頂之災，乃是木火金水，使此大此。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入侵中國，屠殺中國老百姓，佔領東南亞與及印尼、菲律賓、澳洲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，奇襲美國珍珠港，企圖入侵美國，不自量力，雄霸世界，因此遭受美國反擊，將其擊敗，滅絕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。至今，日本沒有悔改之心，不向東亞各國人民懺悔道歉，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還未熄滅，死心不息，企圖借美國強的軍力，再發動新一輪的軍事實力，重建經濟、金融、軍事力量，伺機稱霸世界。由公元2024年甲辰歲青龍交先後天九子運，一連3年直年卦都是火卦，發生大地震及大海嘯，日本遭到滅頂之災。這是發動罪惡的戰爭，殺害眾生的因果報應。頌曰解釋：炎運宏開世界同，金烏隱匿白楊中，從今不敢稱雄象，兵器全銷運已中。公元2023年癸卯歲，後天洛書8白運交公元2024年甲辰歲，九子離卦火運，先天河圖干卦於公元2018年戊戌歲，交天運卦九子乾卦。卦曰：戰乎乾，自公元2045年乙丑歲青牛，管27年。公元2024年甲辰歲，進入後天洛書九子離卦火運，亦是先天河圖九子乾卦火運第6年。在此世界地球共行先後天九子運，先後天火運共行20年，至公元2044年甲子。公元2024年甲辰歲青龍，直年卦為雷火風，小三元子白九星流年，三碧蚩尤木星入中宮。公元2025年乙巳歲青蛇，直年卦為澤火革，
小三元子伯九星流年，二黑病符土星入中宮。公元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直年卦為天火同人。小三元子伯九星流年，一白貪狼木星入中宮。由公元2024年甲辰歲青龍交先後天九子運，一年3年直年卦都是火卦。以上乃是嚴運宏開世界同。金烏為太陽日，白羊為白旗，即是紅日白旗。喻日本軍國主義隱匿白洋中。日本被消滅在太平洋大地震及大海嘯中，日本之群島國家陸沉，隱匿白洋中，即是金烏隱匿白洋中。日本大地震及大海嘯，令日本之島國美軍在日本的海軍基地及軍艦隱匿太平洋中。從今以後不敢再稱英雄首領，橫行霸道，侵略他國，戰爭的根源全消，在此運終告結束。即是從今不敢稱雄長，兵器全銷運已終。河圖洛書真數論第45象的戊申，坎下艮上，山水蒙卦。山水蒙卦，亨。匪我求同蒙，同蒙求我。初世告，再三讀，讀則不告。利貞。吞泉曰：蒙，山下有險，險而止。蒙，蒙亨，以亨行事中也。匪我求同蒙，同蒙求我，自應也。初世告以剛中也，再三讀，讀則不告，讀蒙也。蒙以養正，成功也。以此卦以國家，上卦之政府，有山之性，傲然而在高位，固守而不動，弗奮進之精神，脫於政事而不眷顧下民，惟以剛重鎮壓之。下卦之人民，有水之性，游水之就下，陷於困難之中，苦其生活，忘教育之道，不知國家為何物。故屯、蒙二卦，皆為洪荒之勢，人民日居而無教，爭奪以謀生，弱肉強食，知己而不知友人。夫天上之人，當其知識未開，而導之於善，則其較易行；及其嗜欲既熾，天良已沒，則其較難行。政府當此時而開導斯民，使資就產業，待其衣食之豐足，而後可教以禮儀。得此卦之政府之施政，未得其宜；國家之教育，亦誤其方。人心激昂，不保無冒昧之舉動也。政府既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而下游不從，不得不出之以正刑，擊而除之，亦勢所不免也。是以上爻有擊蒙之象焉。蒙之時，君子小人，皆不得其位，是非顛倒，邪正混亂。641爻，獨德共正，亦不容於世。君子為小人所排擠而不得於世，是國家之蒙也。蒙之世，65之君，陰柔而順良，二日聽明大體，必將為聖明之君。以上在幼稚，其德不普於天下，幸有九義之大言，與之相應，是朝廷之師傅，而復發蒙之重任者也。此爻非以神求君，而君求神也。大象曰：山下出泉，蒙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象曰：山下出泉，是潛伏之水也，有伏兵之象。君子為聖君統領軍中之將帥也。果行育德，果者果敢也，育者畜養也，為當促其銳勢，而果決以進也。推背圖第53象，丙辰，震上乾下，雷天大壯卦。坤卦四勢爻變，雷天大壯卦。讖曰：關中天子，禮賢下士，順天憂命，半老有子。頌曰：一個孝子自西來，手握竿幫天下安。域中兩件精奇美，前人不及後人才。聖嘆之曰：此象乃是主關中之天子，在禮賢下士，伊人也。是姓秦，名孝之者，秦孝公於關中登極之後，手握乾綱天下安，控制下南北，人人見域中有兩種美之精奇，或可以秦為國號斷之。解釋：此乃2026年丙午歲至2027年丁未歲，
大師並大鬼，習近平的中央有大院軍擾亂朝綱，三黨派叛亂盜國之財，國力大衰。中共政權腐敗弊亂之時，以至四淆的諸侯覆蓋全國官員，必須救焚請匿，迅速清理。有一西方蘇翁佛子在瑞城、廣州、香港手握政權憲法的綱領治理國家，國旗及佛旗同現。西漢亦運旗侵圖第53象，丙辰，震上乾下，雷天大壯，坤卦四勢爻變，雷天大壯卦。黑墨一定結作三段，上刻政權分三派。頌曰：楚家哭盡兒和女，殺盡三山見明主。欄目將來塞北門，北門災禍又還去。按此象墨三段者填赤土也。自中原入順利卦雲頭定之後，則中原國之北門失守，地曠人稀難赴，為難閒之兆也。解釋：中共上刻政權在江澤民為核心的時代至胡錦濤團派、習近平紅二代為三個山頭統治下，中國的老百姓的幼兒苦受假奶粉及假疫苗的危害。所云殺盡三山見明主。雷天大壯卦義，君子壯大，當然亨通；然而聲勢隆盛壯大，就必須嚴守純正，否則就有陷於橫暴的可能。所以說必須堅守純正，才會有利。大象曰：雷在天上，大壯，君子以非禮弗禮。大象震雷，發於乾天，勢力強壯，故名曰大壯。大壯曰：雷在天上，陽勢健盛，是謂當今之夏雷也。坤宮四勢卦，屬2月，納甲是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庚午、庚申、庚戌，借用壬子、壬辰、壬寅。生於2月及納甲者，功名富貴人，在春夏福心，秋冬福淺。7月，雷聲未收，亦為及時。雷天大壯卦，利貞。注：陽為大，陽長至四爻，堅實而壯，故曰大壯。三陽為泰，至四而稱壯，壯而日大，壯之過也。乾曰元亨利貞，震曰亨，大壯不曰元亨，獨曰利貞，而六爻中廟有多介詞，恐其失正而動，動必不救，是之大壯非易之所貴也。吞泉曰大壯，大者壯也，剛以動，故壯。大壯利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經房易，經房將6個細爻位自下而上配以貴賤不同、等級有別的6個爵位，即初爻為元士、知識分子；二爻為大夫、縣官；三爻為三公、省長；四爻為諸侯、軍領導、國務院；五爻為天子、黨主席、國家主席；上爻為宗廟、中央退休老領導。雷天大壯卦，坤宮四勢卦，屬2月，納甲是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庚午、庚申、庚戌，借用壬子、壬辰、壬寅。生於2月及納甲者，功名富貴人，在春夏福心，秋冬福淺。7月，雷聲未收，亦為及時。本卦九四爻大辰為勢，位不當；初爻是人為應，位得當，但與九四大辰陰陽不配。師斷一，堂上持權輕着重，因人借力事方成。虎前龍後而求望，頭角爭榮自此亨。師斷二，首巳憂謀望有災，當逢天水好和諧。立身正大無虛險，自守臨終一果開。師斷三，財利須防失，因情恐見悲。常人終喜悅，惱後猜籌謀。以此卦以國家為國運壯盛之時也。上卦曰遁，四陽在上，二陰浸長，此卦反之，四陽在下，二陰浸消。陽長陰消，成剛而動，故曰大壯，大者壯也。是君子日進，小人日退，國運全盛，正在此時。然國運過盛則始，卦象過壯則暴，始與暴皆失其正，
故大狀必若利貞。貞之謂言正也，非正無以成其大也。大而正，思剛不過剛，動無過動，是以正而用狀。大者狀，即大者正也。象所云：君子非禮弗禮，禮即正；非禮即非正。君子亦用其正而已。夫子所謂正者，正也。正則行，不正則不從，戒心矣。故六爻多戒用狀，初程以凶，三戒以力，五校以義，上剔以奸，惟二四二爻，得其精吉。蓋亦道惡其太過，以德中為吉，自道亦然。此王者所以貴辭刑而保泰也。雷天大壯卦之象，雷天大壯卦為低陽觸凡之象，先順後逆之卦。一、北斗七星，天空中有北斗七星，閃閃發光，主人命有災難。二、天神執劍，天空中有一位天神在雲中手舞寶劍，為凶神惡煞。三、官人燒香，有一官人正在燒香拜北斗七星禱告，主祈福消災。四、猴兔犬，有一隻猴、一隻兔和一隻犬，主逢辛卯戌年月就會吉利。由公元2024年甲辰歲，交洛書小三元子白九子運，九星的方位是：九紫右弼火星入中宮，一白貪狼木星在西北，二黑病符土星在西方，三碧蚩尤木星在東北，四綠文昌木星在南方，五黃廉貞火星在北方，六白武曲金星入西南，七赤破軍金星到東方，八白左輔土星在東南。洛書大運注解：本運九紫入中宮，天帝臨朝，皇極統制八方，用之當令，主旺丁財，文才忠孝，貴壽壽考，中女赤面人柔發。2024年甲辰歲交子白九子運九星的方位圖。2026年丙午歲交子白一白九星方位圖。本年小三元子白九星方位及七正四餘地支12宮，流年吉凶星批注：公元2023年癸卯歲黑兔，是黃極火風丙卦第四世爻，變為山風蠱卦，管10年的最後一年，又是小三元下元八白運的最後一年，是病毒更加猖獗的最後一年。交2024年甲辰歲青龍，是小三元下元九子運的第一年，流年三碧蚩尤木星入中宮，飛星缺弱，蚩尤逼色，好勇鬥狠之神，破軍赤明，肅殺劍鋒之象，是以交劍殺兄多劫掠，鬥牛殺起野官營，運至河類穿心，然殺星旺臨，終遭劫賊，身強不畏反復，但助神一去，還見官災，必有一場大衝突。本年子白九星方位圖，左圖。七正四餘地支12宮流年吉凶星圖，右圖。本年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小三元子白九星流年，一白貪狼木星入中宮，二黑病符土星到西北，三碧蚩尤木星到西方，四綠文昌木星到東北方，五黃廉貞火星到南方，六白武曲金星到北方，七赤破軍金星到西南方，八白左輔土星到東方，九紫右弼火星到東南方。上左圖。本年七正四餘地支12宮流年吉凶星及太陽日、太陰月、金木水火土及貝、羅、計、氣星，每月行到12宮為吉凶星。上右圖。公元2018年戊戌歲黃九，是交天運卦九子乾卦卦曰：戰乎乾。管27年，至公元2045年乙丑歲青牛。先天運乾卦，位居離南九子火星，主復辟，天帝君主，真龍皇帝有戰爭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九子右弼火星入中，流年子白飛星一白貪狼木星入中，九一為水火未濟卦，元凶避子雲，南離北坎，位極中央。又雲，離壬會子貴，喜產多男。又雲，相克而有賞祭之功，先天乾坤大定。天欲驚雲，坎離水火中天過，龍馳而帝坐。祝節富雲，中男合就離家火，夫婦先吉而後有傷。元基富雲，中爻得配，
水火方交。飛星附雲，火暗而神志難清。窯邊附雲，火水破財主眼疾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二黑病符土星到西北，率方墓都位。本年五鬼官符披頭入命，又值白虎飛廉月煞天狗吊客劍鋒伏屍入侵。雖有三台解神助陣，天解當頭，無奈幫扶尚少。害方劫煞位，本年月德守命，外有太陽，歲合天德福星，天喜賞符。雖然小耗死符劫煞同緩咸池卷舌亡神的煞黃幡晦氣交侵，亦能解散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一白貪狼木星到西北，流年子白飛星二黑病符土星到西北，一二為水地比卦，元凶避子曰福多水而膨脹，又曰土制水復生，定主田莊之庫。元基附曰坎流震毀，假神常遭戰苦之收。竹節附曰坤近洞見坎，終南絕滅不還鄉。秘本曰一加二五，相及壯丁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三碧蚩尤木星在西方，有方舊退位。本年太陰紅鸞入命，對宮天德福星，天喜當頭，又有紫微龍德拱位，即使貫索勾神同緩暴敗天厄病符逼煞侵擾，亦吉能化解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二黑病符土星到西方，流年子白飛星三碧蚩尤木星到西方，二三為地雷復卦，子白缺曰鬥牛煞喜野觀營。爻邊附曰人臨龍位產勞傷，飛星斷曰復逼堪身。元凶避子曰雷出地而上衝，定遭疾谷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四綠文昌木星在東北方，丑方歲煞位。本年紫微龍德入命，外有太陽太陰紅鸞照拱，雖則暴敗天厄六害同緩病符墨月亡神黃幡貫索勾絞想擾，亦能化解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三碧蚩尤木星到東北方，流年子白飛星四綠文昌木星到東北方，三四為雷風行卦，飛星斷曰同來震巽，會常無常。又曰震之聲，巽之色，向背當明。元凶避子曰貴比王謝，總元喬木扶桑。又曰震巽失宮而生賊蓋。元基附曰雙木成林，雷鋒相搏。爻邊附雲，雷鋒長女多疾病。飛星斷曰雷鋒金伐，定被刀傷。又曰雙木成林，雷鋒相搏。飛星附曰碧綠風魔，他處廉貞莫見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五黃廉貞火星在南方，五方太歲位。本年太歲將星入命，本宜兼吉則吉，無奈劍鋒伏屍同緩五鬼披頭，災煞天哭白虎，大煞糾纏，遂使群小得權，君子受局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四綠文昌木星到南方，流年子白飛星五黃廉貞火星在南方，四五為信務己卦，飛星附曰與雍繫四五。又曰碧綠風魔，他處廉貞莫見。元凶避子曰我克比而反遭其辱，因財帛以喪身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六白武曲金星到北方，子方坐煞位。本年歲破災煞天哭大耗入命，外更月煞天狗吊客喪門孤神地喪劍鋒三刑侵犯，雖有天解將星驛馬康符，無奈少人到場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白五黃廉貞火星到北方，流年子白飛星六白武曲金星到北方，五六為戊己天卦，飛星附曰雖識干爻門向，長子痴迷。元凶避子曰富並圖珠，斷事堅金如土。又曰庭無豪跌，多困財破父母爻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白飛星七赤破軍金星到西南方，未方金神位。本年太陽歲合守命，外逢天德福星，
天喜，天月貴人，紫微龍德，月德拱潮，即有晦氣、黃幡、卷舌、咸辭、暴敗、天厄纏繞，亦無從入手。申方小利位，本年孤神，地喪，喪門入命，當頭白虎，大煞，飛廉為害，三宮，天狗，吊客，月煞，天哭災煞，大耗侵擾，即有天解，解神亦鞭長莫及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伯六白武曲金星到西南方，流年子伯飛星七赤破軍金星到西南方，六七為天澤履卦，元基富弱，即掌兵權，武曲風當更對。又曰干伐元神，用對金而傍成借主。燭節富弱，蛇經夢裏，皆元內對外干。子伯缺雲，交劍殺輕多劫掠。爻邊富雲，天澤財旺多淫女。飛星缺弱，乾對托駕輪之宜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伯飛星為八白左輔土星到東方，卯方將軍位，本年天德福星，天喜入命，又得太陽，月得太陰，紅鸞拱潮，仲有卷舌、絞殺、同垣、晦氣、貫索、勾神、劫殺，死符外侵，亦難為害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伯七赤破軍金星到東方，子伯飛星八白左輔土星到東方，七白為澤山咸卦，元基富弱，金居近位，烏虎求名。又曰澤山為咸，少男之情屬少女。燭節富弱，金羅發早，爻逢近配對延年。元凶被子弱，男女多情，無媒妁則為私約。爻邊富雲，澤山增福旺小房。飛星缺弱，為入鬥牛，即千傷玉帛。洛書小三元流年子伯飛星九子又拔火星到東南方，神方小利位，本年月煞吊客，天狗守命，又遇孤神，喪門，官符，五鬼，災煞，歲破，天哭雙宮，有天解，同垣，首能解救一二，究竟凶多吉少。自方小利位，本年的煞，亡神，病符守命，又有貫索，勾神，死符，小耗，暴敗，天厄六害糾纏，所幸月德當頭，太陰紅鸞，紫微龍德拱衛，足以化解。洛書小三元大運子伯八白左輔土星到東南方，流年子伯飛星九子又拔火星到東南方，八九為山火賁卦，元基富弱，富臨丙丁，位列交班。子伯缺雲，八逢子曜，分起重來。元凶被子弱，天使合丙坤，富堪敵國。爻邊富雲，鬼胎毒月防絕嗣。2026年丙午歲赤馬，值年卦天火同人卦，同人於野，亨。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貞。吞泉曰同人，由得委得中而應乎乾，曰同人。同人曰同人於野，亨。利涉大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見，中正而應，君子正也。為君子為能通天下之治，以此卦以國家，上卦為君，至剛至健，威權赫赫，卦中之九五也。下卦為神，得委得中，文明有象，卦中之六二也。二與五為正應，君神合治，正明良濟會之時也。同人之卦，次子披後，否則天地不交，萬物不通。其要在於不能通天下之治，唯同人為能通之。通則為泰，是國家所以制披開泰者，實賴同人之力也。大象曰天與火，同人，君子以類續變物。此卦乾上離下，象傳不弱，火在天下，而曰天與火，蓋以乾為日，離亦為日，象相同也，故曰天與火，取其同也。乾陽上升，離火上炎，性相同也，由人生性無不相同，故曰同人。君子發乾之見，以類其俗，用離之名，以辨其物。於異中求同，故俗必類之；於同中求共，故物必辨之。凡異之不可不明辨，益之同之不容以想混也。即此而推之，知人有善惡邪正之分，心有靈非公私之判，君子亦必當類而觀之，
辨而別之。如舟之與比，黨之與群，其貌若相似，其心則自別。要必明晰言辯，不稍假借，是異其所不得不共，乃能同其所不得不同。此所以為同之大者也。天火同人卦總斷，聯合他人，大川有利上清霄。之斷一，久披中能濟，當於少後朝。大川無不利，進步上清霄。之斷二，欲吐咸都借力時，此時平地上天梯。不慚虛譽流傳士，方得成名不失期。之斷三，誰家女子倒鍋宇，利祿須知向此求。到得領頭快樂，更妨欣喜卻成憂。天火同人卦，飛星附雲，同人，車馬馳驅。子伯厥云：祿會久而長房血正。秘本云：祿久為廢毀。雖則血正，成必火災。爻邊附云：天門見火翁受死。元凶秘子云：丁丙招乾，貴客而有其墓之壽。飛星厥云：火燒天而將牙上鬥，家生罵父之儀。飛星厥云：九子雖思喜氣，祿會久而長房血正，七九之會由凶。又云：火照天門，必當吐血。天火同人卦為浮魚從水之卦，二人分金之象。一人捧文書，一人捧文書，上有心字，象徵心專名利。二將弓射箭，旁邊一人將弓射向山上，寓意高中。三鹿飲溪水，河邊一鹿飲水，象徵着鹿源源而來。溪闊水深，寓意前程遠大。天火同人卦的互卦，天風姤卦，女壯，勿用取女。吞泉曰：姤，喻也，猶豫剛也。勿用取女，不可與長也。天地相遇，品物咸彰也。剛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姤之時意大矣哉！以此卦以國家，自來國家顛覆，其印每啟自袞為，如殷紂之亡猶達紀，周幽之亂啟褒姒，女壯之禍，萬古誰鑑？聖人於姤卦，首視其威，剔之曰：勿用取女，蓋所以壓其流而盜其漸也。其義則正，其旨則嚴，而其辭未免過激，情其壯而勿取，不特人能有缺，且何以處關雎，好求也耶？故全身之曰：不可與長，為所惡於女者，惡其陰之漸長也。陰不長則陽不消，陽足以育陰，而陰不能剝陽，斯相遇而不相爭，且更得其相助。王者之化，起自宮中，后妃之德，備於江漢。自來疾治之招，未嘗不藉內助之言也。大象曰：天下有風，姤，后以私命告四方。天風姤卦總斷，相遇和合，天邊缺月又中元。之斷一，應女多方不足憂，具逃歸去一孤舟。馬行托此直無咎，後命將思恐未周。之斷二，天邊缺月又重圓，原上夫之色更鮮。不識桃源歸去路，誰知今日遇神仙。天風姤卦，飛星附雲，小畜，叉搖勞碌。玄機附雲，莊生難免鼓盤之嘆。元凶秘子云：順公目露前乾，主有懸梁之厄。又曰：想生而想靈之害，後天之金木交並。爻邊附雲：風戶霾，天產難亡。天火同人卦的反對體之卦，眾卦為火天大有卦，元亨。吞泉曰：大有，由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應位，曰大有。其德剛健而聞名，應乎天而時行，是以元亨。以此卦以國家，祿五一陰在天位，而府有五陽。乾為富，為正大；離為福，為功名。具此功名正大之德，即未嘗富有天下，而其量已足包天下矣。係辭傳，所謂富有之謂大業，是也。大象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，君子以壓護陽善，順天休命。火天大有，飛星厥雲，同人，車馬馳驅。子伯厥云：祿會久而長房血正。
秘本云：六九為肺痿，雖則血症，成必火災。謠邊賦云：天門見火，老翁受死。元凶秘旨云：丁丙招干，貴客而有其墓之壽。飛星訣云：火燒天兒將牙想鬥，加三罵父之兒。又云：火照天門，必當吐血。又云：九子雖施喜氣，六會久而長防血症，七九之會由凶。其中鐵罐道人袁基數原文：伯溫問何年何地起事？500年間出聖人是何年何地發生？虛靈子曰：若問起事何年何地，戊戌初地風己酉，殺星猛虎下旬週。天師同人才出現，天地戊申八方難，人人遭此劫，個個染黃泉。欲免刀兵危，去向海底眠。動動海底虎，騰雲上九天。人能解此語，便做大羅仙。注解：劉伯溫問道人何年何地起事？虛靈子答曰：若問起事何年何地，戊戌初地風，2018年戊戌歲，是交天運卦九子乾卦，卦曰戰乎乾。管27年，至公元2045年乙丑歲青牛。香港處於東南神位為歲破，備受太歲衝擊，政府管治大分裂，法治受衝擊，地產、金融、股市、旅遊經濟受損，市民情緒低落茫然。宗教大興其道，大開法界大會，弘傳正法。己酉，殺星猛虎下旬週。2018年戊戌歲至2029年己酉歲，這段時間所發生的災難，時局國運改朝換代，災難性的變化，殺星猛虎私下旬週陝西，中共軍隊戰略性的轉移。天師同人才出現，天地戊申八方難，人人遭此劫，個個染黃泉。欲免刀兵危，去向海底眠。動動海底虎，騰雲上九天。人能解此語，便做大羅仙。2028年戊申歲，天地戊申八方難，人人遭此劫，個個染黃泉。由此開始，三災八難遍布全球，刀兵四起，戰火、瘟疫、地震、海嘯、龍捲風、冰雹、寒雪、乾旱、水災相繼而起。由於天師同人共同努力，宗教的興起，如若免於戰火三災八難，只有在佛教的天師同人指導之下，實修佛法，禪修打坐，開發人體下之海底輪，海底輪之發動，旺盛如虎，血脈貫通，如飛動之法輪，即是去向海底眠，修得正果般若智慧成佛，便騰雲上九天佛剎土的境界。劉伯溫燒餅歌，帝曰：胡人至此猶在否？原文：乾坤有象鑽黃金，創立新經修四經。宮女勤耕望拜月，八面宜人進宮林。千言萬語之虛實，流語蒼生長短論。聖君乃是宗教中之人，具有大智慧、大威神力，依靠修真之人，賢良輔助，復辟帝制，在東南的香港、紫霞島創立新的京都，修舊四經，建立君主立憲，全民科舉選賢，軍隊國家化，司法獨立，肅貪廉政，剷除黨禍，民族自治聯邦制，宗教大興，無為而治，修整雲城武略之人才，天運之易學五行術數，振興中華。全世界各國都來建立友好邦交。在宮廷的宮女勤於耕收，到月光之夜，天地乾坤的現象，時間好似黃金一樣的寶貴，乃是乾坤有象鑽黃金，創立新經修四經。宮女勤耕望拜月，八面宜人進宮林。千言萬語之虛實，流語蒼生長短論。周朝姜太公乾坤萬年歌，原文：人丁口取江南地，經國重新又1000，兩分疆界各保守，更得為君190。那時走出草田來，手執金龍步玉階，清平海內中華定，南北同歸一統牌。解釋：人丁口取江南地，人丁口原著何姓，
其實應是界丁口、界石，北伐至南京取江南地。經國重新又一遷，新國家的京都由北京遷往南京，建立中華民國新的國都。兩分疆界各保守，更得為軍109，長江以南及長江以北，南北分裂各保守疆界。中共打敗國民黨政府，並且由重慶遷往台灣，於是兩分疆界各保守，更得為軍109，共109年。中華民國政府由公元1911年辛亥歲次成立，至2020年庚子歲，共109年。那時走出草田來，那時皇室出現。手執金龍步玉階，公元2024年甲辰歲，至公元2025年乙巳歲，於神已之年建都在東南方神位抗金龍星宿，位於香港的大嶼山建國家皇都，將是國際之大都會。公元2026年丙午歲赤馬年獅子座，經云大師敲如雷勝過。大師敲名主賢，農曆3月壬辰春有主。所謂東方紫微聖人手執金龍步玉階，清平海內中華定，清除各朋黨，平定叛亂，建立新的政權，君主立憲，憲法中央政府集權，司法獨立，軍隊國防國家制，建設佛教為主的宗教信仰自由，聯邦各省法制，自由民主選舉，言論自由，公民權利為上，保障私人財產不可侵犯，管制打擊結黨營私，清除妖魔邪教，南北同歸一統牌，統一南北江山，包括台灣。聖人平亂建立新的制度，三制齊下的國策共有100年的國運。